114届南台科技大学所谓设计学院的毕业认定，结合了资讯、视觉、多媒体、创新产品加流行音乐等5大系数。学生以设计的0.36秒为主题，就是要凸显因灵感创意的大爆发，呈现多媒材专业成果。其中结合9天显露的信仰，营造出家己的恋爱风格，甲化解感情问题设计，嘛入围新一代设计奖。我们把文化跟爱情是做连结的，那我们是重新打造了线香以及香味的搭配，然后让大家可以就是透过我们的展场的互动啊，然后去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解决爱情的方法，这样子。另外，将新名代表意涵用于低音杯设计，兼顾生活化加宗教庇佑。美的代表是9天玄女嘛，那我们想说用玫瑰花茶喝下去会变美，让大家认识到9天玄女这个概念。然后呢，就是喝下去就是拎几杯有波比嘛的概念。对学生的作品当中，除了看到热情加创意，嘛用于社会责任感，以及学生对毕业以后的挑战。其中一手包办的电玩产业，就进入长期的成立。这种多人游戏都是主要偏向于合作或者是竞争部分，他们比较少是两者融合在一起的。我们一开始开发这款的主要目的就是，我们有玩合作游戏，有玩竞争游戏，但是我们蛮期待，就是我们可以把2款融合在一起，同时享受到2种乐趣。学生累积多年的创意加专业成果，首先在校内登场。开幕典礼当中，流行音乐产业系乐团嘛拍头阵，一开始就让大家音乐震撼，连启动仪式嘛进科技，场面盛大热热。3、2、1，启动！学校慢慢的学习、成长、淬炼那到今天有能力来把他们的创意实做出来吧我想这中间我们要给同学很大的肯定。未来不管是在产业上，在创新上面AI 应该是我们的助力啦，所以要善用 AI 来帮助我们的这个创意实现得更完美。该展览不只是学生的作品，更是设计学院展现实力的重要时刻。为期4天的展览到4月18号，嘛开放一般民众参观，邀请你共同来见证学生创意的舞台。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